老人防跌的10種產品。老人家跌親真係可大可小㗎。香港40%多長者曾於家中跌倒，治療同埋康復都要花費好多錢㗎。所以為屋企長者增添防跌用品係居家安老嘅大勢所趨。今日我哋曾善美為大家介紹以下10種防跌產品。首先講嘅係地板濕滑最容易跌親嘅浴室。浴室扶手直立或者橫向安裝於浴室牆面，提供必要嘅支撐與保護，避免長者因平衡不穩而跌倒。沐浴椅可以讓長者坐住嚟沖涼，避免長者跌倒。除咗一般沖涼椅，仲有4合1沐浴便廁椅可供選擇。沖涼板安裝於浴缸上，讓長者坐住沖涼，減低跌倒嘅風險。坐廁加高器連扶手，廁板周圍設有支架，適合下肢較冇力長者。用手臂加強下肢承托，幫助用者從廁所上落。第二個高危嘅地方就係睡房。床欄避免用者於睡眠時不小心跌落，亦都可以俾長者企起時作為支撐。WarmCare 離床警報裝置，當用者離開床面，無線感應鍵會傳送信號俾無線警報器發出警報，讓照顧者可以提供即時嘅協助。扶手椅提供用者坐低同埋站起嘅支撐，減輕身體嘅負擔，提高使用者嘅舒適度。站立輔助機有效輔助站立同埋轉移行動不便嘅用者，確保轉移過程時幫助照顧者將轉移嘅風險降至最低。最後，日常防跌工具都好重要㗎。搬扶腰帶輔助照顧者協助不能自主落床嘅用者，從床上移動到去輪椅，保護照顧者腰部，同時更節省搬扶時嘅體力。4腳爪拐杖是的加大腳室，適合平衡力差、下肢肌力較弱嘅長者。4腳爪嘅底架較大，支撐點以及面積比拐杖更大，可以承受嘅重量更加多。如果對以上商品有興趣，歡迎致電俾我哋或者上網頁選購。